他公，朝廷给赏他何物？给封他个什么官啊？7万岁，赐他芒宝牛带，御酒庆功。汉岁以臣之节，可封进士提督元帅，统领御林军，保护圣驾。7万岁，丞相李俊勇元帅王不上瓦天外后子选。凡谁有旨，选李仁祥、王菩萨瓦上帝，臣领旨。王菩萨瓦金家吾王万岁，平生四寿，谢寿。王副元帅，你当了省长，立了大功，正是你御酒庆功。谢万岁，丞相得朕罢掌。真子罢掌。
二郎，还不快快谢恩？谢万岁美举，朕还要使你忙忙虐待，启万岁，臣不要忙忙虐待，不要忙忙虐待，那你要什么啊？朕愿万岁施臣一道诏书，一道诏书，要他何用？用他早些有为众人，倾家大小的不得自愿。众人睡了，不把自愿，这是怎么一回事啊？万岁！3年前，内买热情万店家，忙子女公子挂纱夫纱裳，日见济公破地城，连中连生得自豪。过阴一日中地经，身为从上赛马北京大反帮，可恨那元乱情妇旁着背，无家忙随，私通敌人遭投降，从此忙将遭其冤。他女儿天茫茫奔他乡，是今是可的子孙真相明，忠贞不渝，为吾不去3年期间在牢房，万岁呀，他上书愿将这契约信。生是那茫茫虐待家身上，竟有这等事来，那莽子女儿今在何方啊？那莽子女儿虽以启程为禁，算3年牢狱，不应随命，故不能随去同意。丞相，此事须万丞相复查昭雪。真子，王仆元帅，正虽愿理当昭雪，将军于公不可无伤。朕早使你忙帮虐待，我要加封你为帝都元帅之章。万岁，臣不要封官。这天下我与封官还不要的，这又是为什么呀？啊，万岁，一臣快啊！元帅臣莫称封，可惜是年少常为配来往，啥能封官有此婚？岂不是锦上添花，尘
成员将功折罪。你如何才自由啊？想那莽众多三位行列，算生兵之将欲为救命，故而成员将计之功，则他之罪。丞相，丞相，万岁，你看此理可行吗？万岁。王子元忠心报国，今日在家堂上，一朝思孙与愿为，愿随他愿以少年自宫进长者，其子高尚宽敬佩。大人古今杀女归，这文字可错不谁？如今这功劳本是皇夫家，怎能说那莽家的谁？万岁！莽子元他们是仇的哟，曾是女婿所下辈。既然如此，朕不但真理所在，还要加封你为忠孝王。谢万岁！慢嘞！方才分明有万岁之婚，已将小女子女许配了王府将军，怎么又冒出来个岳父啊？是啊，王府元帅，万岁今天赐婚，这乃是锦上添花，喜上加喜，万不愧为先生。二位大人，小子是与莽家小姐定有婚呀，实是万万不能另聘他人哦。说得好，说得好啊！老太师，你为何这样高兴啊？啊，万岁，老身分得那莽里君哦。哦，怎么样？既有那闭月雪花冒金城，更有那金星血口才有生，你元帅自怜必恨。天作成，那才是锦上添花满朝臣。老太师此言差矣。莽里君乃是凡人女，怎能与万岁亲私婚？那莽家院有理当明，这凡人之女从何来？总算不是凡人女，这天道就有大人命。若有天道，分明夫财。不枉法，分明有财。夫财有财，有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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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和亲不要争吵，这有财无财嘛？还是请朕相自教。万岁，臣闻说从前有一孔孟弟子，名唤郑生，他父母每次举棒当他，他是小棒当女儿，大棒当桃子。他父母问他这是为何，郑生答道：小棒当不会遇上，大棒当哭之要放。撒江孩当时岂必要加重父母的过错啊？是此，他父母再也不是大棒了。万岁，郑生之言，推此前辈举一反三，那月月受言好比是大棒当之，
孟丽君十不到罪，岂必也要加重朝廷的过错？这个小子事情大王可罪，忠正之君原有可逃，此乃先辈圣人之意训也。哎呀！丞相不愧不有多才，今日时过冷静，怎么一比呀？哎，那孟丽君不但逃得无才，还且逃得好啊！是此说来，那孟丽君远远见到确是无才，确实无罪。好，无罪，谢万岁！哎呀，万岁！孟丽君有才无才，我的她，我女儿方才已许王婆家，举目细言从不云，就万岁成天真的平花。万岁！孟丽君有才无才一名多，我与她早前丝路远南疆，上瓦治了孟丽君，女天仙我也不去她。真是有心有意，哎，应该连孟家。哎，这门亲事应该连两家。孟家，两家，爱情需要闹喳喳，至今是两个女子都得嫁，这有趣的婚子。我真发了，只以为请你丞相啊！丞相，这个主意你有鬼子的体恤什么呀？啊，丞相，你这个主意不要出得不听哪里呀？丞相，你这个主意不怪少梁大人他女儿的忠贞啊！丞相，你这个主意可要拿得好啊！啊，恩师，这可关系到学生的终身大事啊！丞相，你去。这个主意可是不好哎，丞相，让我再仔细地想一想吧。哎，丞相。君人财物只一拿，这变化是发福堂。先上我不人越多一片真心要无价，是君女派乱长与其君才，这吉林嘉陵须人望太阳，金陵难关十风雨，更何况他品中才为我人苗族未曾居过他，八十后西凤头青绥带，乘良机他无杀，万须接住他。万岁！已曾仔细想来，王夫人虽与孟家婚约在先，是与孟丽君万岁理当赐婚。王夫人虽与孟丽君成亲，要是没有孟丽君呢？要是没有孟丽君，王夫人虽就与侍女小姐成亲了。是这可万万使不得。哎，丞相旨意
公平元帅不必多辩，只是这孟丽君到底在哪里呀？我看这孟丽君到底谁不谁呀？只有天晓得了。万岁，朕愿弃官行找孟丽君，哪怕这边天涯海角，我也要把她找到。要是孟丽君一年不见，我就找她一年10年不见，找她10年，要是一辈子不见呢？我就找她一辈子。真是有心有你哦！真是岂有此理！两位大人不用争吵。万岁，依我看，孟丽君不用去找，不用找，这一朝廷统领各府员张贴王榜，上面孟丽君签到之才，命他对恩师虽不也就是了啊！要是那孟丽君本来都20岁，难道要我女儿等她一辈子吗？哎，给她一个寒季嘛。寒季多久？寒季1月，太短太不是短，寒季1年。哎太长，三个月。好好好，有朕作主，寒季100天。哎呦呦，退朝。元帅，此话怎讲？想我与孟丽君早有海誓山盟，生则同亲，死则同月。他若不能自己归来，难道要我去和两家小姐成亲不成吗？元帅尽管放心，王榜一出，天下皆知。孟丽君岂为不闻不问？何况元帅对他如此多情多义，他岂有不想与你早家花烛之礼呀？唉，我是怕他这身尽到举目无亲，度日是年有心事问他会不会早已不成生死了啊？莫非你有他的消息吗？是有消息听等公告，元帅等待降谕。等待降谕。
起你吉林城是我去吉林。带我去禀告丞相知道。想那李丞相，哦，还是李丞相想你，究竟是你们两个恰似相像？哦，还是你就是李丞相啊！啊！哎呀呀呀呀！你呀！你呀，你真把我捉弄得好可齐家门，车上把酒父子长，父子长，天天盼望无消息，夜夜梦为非思量，这旦秋分明相丞相，两父灭亡一婆王大清似曾相是真是假，是病是差非才强。他日不是画中人，为什么你太曾有多相逢？
亲来了，来来来，母亲请坐。儿啊，就医事情已经送去，丞相说即刻传达。好啊，儿啦，你是丞相就是孟丽君，可是据为父所知，丞相家中早有妻室了啊。总有其色，怕也是因生耳目。弟弟不行，来，这是孟丽君生我的丝袜下。母亲请看。像啊！这画像，这我那听我看过病的丞相一模一样。老爷，你来看。弟弟请看。却有相似之处。好，那稍是丞相到此，我们就凭这张画进去审他。夫人，想这天下容貌相似的人多，更何况……我说老爷呀，你与丞相3年同朝，难道还分不清是男是女？我看你呀，真是个老糊涂。夫人，我可不像你这样莽上。我说你糊涂，我说你莽上，你糊涂，你莽上，你莽弟弟母上。亲不要吵了，稍日丞相驾到，便知分晓。丞相到。他果然来了。你这个病人，应该去上班了。莫非是
还是忠孝王亲手所写、亲手所画的呢？是啊，是啊。这是我的部将，确实是费了一番心思的哟。我们就在这里等候忠孝王。老夫有失远迎，这里呀是失礼。哪里，老年中不知忠孝王的病体怎样了？哦，小儿他，哎呦，哦，他都软病了。啊，儿啦，是丞相为你看病来了。哦，是恩师来了，恩师，你可要救我的命啊！请丞相我们下官到堂吩咐为丞相备宴。老年中不用客气了。应该的，请坐。好。忠孝王，深水过来，我来替你按吗？恩师，我生的是什么病啊？你呀，生的是结心病。结心病？恐怕是肝火太旺了吧？呵，这怕是营养失调吧？这病不要紧，输了之后，因奉太后受担，神风修士精神上。太后受担一个，怎么样啊？宝贵延期，心旷神怡呀！咦呀！哦，喏，这是强心素气，消食解渴。唉，有生的病，岂能长夜所饮嘛？这药香恐怕用不着了啊！永发，你快去当教侍哎。是。恩师，实不相瞒，我生的乃是司马平啊！司马病。是啊，实与所思，夜与所梦嘛。司马病。不，我的病乃是为乃是为他而起的呀！你的病乃是为他而起的呀！真是，恩师请快！no，这是孟丽君赠我的丝袜枪。这是孟丽君的一副丝袜枪。那我倒是要仔细的看上一看呐。恩师请快。画得好是画得好啊。画得像是画得像啊。我说是画得十分的好啊。我说是画得十分像他有一张作福音娘，我有心再把心话讲。
画饼不能充饥肠。天气呀，好风来是红彩堂，青云玉露中门上，你他有情人终能成眷属，你夫婿交叉不用慌。此情是好风一领蓬勃长，只怕他做了高官，把旧情忘。我为他天天开刀等嫁衣，我为他夜夜思梦梦难长，一片真情为天表，无动于衷为哪吒。他那里丝丝句句诉衷情，我这里方方层层句他情凄凄，为我思念长。他恨深深怨我究竟忙。他酸溜溜女中对此挖苦我，此爱我万千苦中他心不想。常言道，水为路，山难成。我心中有话真明讲，人世伴君是伴夫，一旦有我要害父郎。金陵位置我真下堂，沙瓦呀在那杀人的此境，你不体王丽君啊，王丽君，我与你明明近在咫尺，恰似东马路，你呀，你呀，透过眉宇推去报，你的心事瞒不过我，定是为外欺君才，担心在临杀身河。3年来你为平瓦落，写家园，事出有因，万不得已你才与错。更何况你我两家功劳大，何惧万岁不娘顾？堂上真要听你在。
丽君啊，你倒是实话呀！年轻呀，你为华家起兵冤华将，可是那华将欲看难张。你看他曲不清澈，名字精，想必他你的心事早知晓。你看他绿眉淡扫只为长，想必他心中定有好主张。马丽君啊，你的心也太狠了啊！这是你错怪他了。恩师，你怎么知道我错怪他了呢？言情，既然他管他远哟最天涯，明日故小心女子有志向，言起你恩重之山他。怎么样？他定为心生是黑来丽君，我的妻呀！哎呀，我的好媳妇！报牛中忠孝王神之母亲夫，血节遭用呀，就此告辞。丽君，母亲，你呀！丽君，丽君，哎。进家勿忘万岁，万万岁！众卿平身，谢万岁！万岁！今日87门，必见孟丽君投安四岁，望万岁赐婚小女与忠孝王结成完婚对，立即成亲。慢嘞！哎，既然孟家有婚约才先，那忠孝王又非孟丽君不娶，哎，我看这汉期呀，可以放宽，可以放宽，可以放宽，哎，可以放宽，可以放宽，可以放哎宽。怎么又吵起来了啊？此事当时何出在呢？哎，还是请丞相指教。这是嘛？所
起头来。哎呀，果然你运不凡呐！万岁，此乃是假莽立军，是假莽立军。毕竟身份怎能断定真假？丞相高见，得怎问来？真子，你这小女子家自哪里，姓甚名谁，一一的讲来。丞相切莫假论证，有子有言，巧无根我呀！什么有根无根的？你还不上前仔细的审上一审啊？不用审，不用审。为什么呢？见了真的不能是真的，见了假的，难道要我说他是真的不成？万岁，既然忠孝王是有假，恐怕这计中恰是有诈。对啊，万岁，那小女子所言事事有根，句句有凭，怎能轻易设假呀？对呀，是按小女子所言有凭有据，那这桩婚事正是当成全。万岁，万岁他曾经儿子情深。他那里是天
去，他早就来了。他在哪里呀？他在哪里？他在哪里呀？他在这里。这是什么啊？这是盲女今生我的丝袜下。要是话终成才你，那是让你就与你私婚成亲。君无戏言，言差是啥？好，万岁，请万岁恩图所记。他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近在眼间，此地，我说钟小王啊，你的病到底好了没有啊？万岁，我的病早就好了，恐怕未必。喏，你来看，这金殿之上分明都是男子，而忙里去恰是个女子。你且说她人在眼间，这不是痴人什么吗？万岁，这金殿之上衣冠丈硕，确系男子，可是其中有一位大人，请加国之罪，不得与女伴来葬。你得真讲，有位大人女伴乱葬。我
事，绝无其事啊！哎呀，万岁！方才你已经分明观察，万岁，他的大人总有女扮乱葬，人过犯例斩不杀。只要万岁杀他否则，孟丽君便可特下诏不完他红葬。万岁，你就认定我们夫妻团圆吧。你还要此人什么？你太放肆了！万岁，莽莽张张，颠颠倒倒，难道不知大祸将临？万岁，念我言妻有病在身，口不应心，用他知错而改，悔过自新。在临亲门上去扫他，这一次谢万岁！呀，万岁呀！这事情又是画像又是女子，谁真谁假，倒真叫人越辩越糊涂了啊！万岁有旨，宣莽子元上殿。臣领旨。元昭贤，官复正。平身，谢万岁！忙做多，快来见过为你朝夕明月的李丞相。李丞相，忙中多。弟弟，你是谁呀？我是你的女儿丽君呀。是我丽君。不对，你生出神了吧？哎呀，弟弟，几年不见，你怎么连自己亲生女儿都认不出来了？哦，是啊，有我自己的女儿已是个大人了，只怕面对面都认不出来了。哎呀，延续啊，难道你也说她是我女儿？有我，你的女儿？马中东，这小女子是曾是忙里居，虽说事业有凭有据，你还是快快上前成功起身吧。忙中东，李丞相。上言道子子莫傻步，女儿的心事不知心，究竟是真作假还是假作真？情中多细端容貌，细边
女，世人相认面不生。难道我思女心情烟火花？万子盼儿有着梦境。也许他指指点点有英俊，忙中风，你伴随他深深在我心上。看起来今日此般欣赏，我生女儿万须。应用家下女，原来是用来阿忙中公，难道真的连谁是你的亲生女儿，你都生不出来了啊？出生用生相分明我亲生。哟，小婿生来领军之心，万不能离，你可不能胡乱生他呀！阿忙中公，你真是应是一句也为难心，倒不是我不舍家来，不舍责。万岁！是老人天上有病，耳聋眼花，实在是生不出来了。哦，生不出。哦，万岁，既然真假难辨，用微臣把这小女子带回府中，仔细再审。哎呀，好，那此事就交给爱卿发落。真是！万岁，这女扮乱章之事，女扮乱章，诚属虚妄，谁在无言列斩不查？万岁，退场。成亲，到那时我看你真生得了哦。你呀，你呀。节子。公公何事？万岁命神相进宫空上国事。是此公公贤亲，下官随儿就到。不，万岁命我自人相一同进宫。是此公公稍待。
此内紧急公务，务须立即呈送。是。此次公公请。请。
峭壁，劝教子皆早为退。李清在瓦包菜中，修建世之教学松。我上门有此也难中，你是个安邦听过好子头。我挥舞柳梢飞自上。哎呀呀，真个有话总没人也不长。李琦，来此一次桥段，令我骑马过桥啊！骑马真子。
去，真的要生气了。来呀，元宗长等拜驾天祥关。万岁！你请来呀！袖口，真苦不了你了。来来来，请来上座啊！哦，鄙人真敢与万岁同坐。是啊，这个所谓平时乃是皇后娘娘所说，可惜她不配呀。她应该把这个所谓娘出来，娘与你丞相。万岁又失笑了。来来来，请上座。是此高寿了。为卿再高不斗，敬你一杯。请啊，请。为卿忠心可嘉，再敬一杯。请，请。李清，李清朝中风暴起，问你亲啊，可是寡人保啊你心，怪不得元帅为你宽笑，还就是个爱你才貌也同心，愿与情人世上望长久谁愿与情十古冷静更清情，愿与情啊
草风，今夜实说天下断无断非你一笔容身，一你君臣万里，二则下官灭朝廷，为国为民为利争，万岁！在世称殿中君，关键决传君命。心莲花侧见玉排成，几经余为担当身。张我君问将他君，哎呀，丞相。将军人同转儿同他儿命，从古有之。先有刘备孔明，儿与光武之礼，千古佳话传到至今。你为我要泰山托死，怕这怕那，为傲国成立万岁。你难道君才洪峰不成？万岁，你这是何意呀？万岁，你说今将与不信邪，为什么夜来有时为天王？君王这一针一缕，下官何以不臣下？即是此我只得挂报，事官是早必将归临下。哎呀呀呀！不过这句笑话，何必当真理？好好好，请姬伯娘一同他，那令我到内室边桌长待到天明。这请总不能太迟了吧？万岁，请呐，请呐。万岁！万岁！万岁！屈万岁！娘娘驾临，听相国。有这等冒昧之子，哎，关上大门。娘娘已进大门。进儿门。哦，既是娘娘到此，为人更应告退。哎，丞相，娘娘她这未经宣召，是不能前来。要是来了，也只能娘娘娘丞相，哪有丞相娘他的呢？娘娘驾到。老弟弟弟消息，少中才几分，丞相府里报纸，君臣女上令，杀不出是这风流事，枉为我朝阳宫中第一分。啊，万岁神安！自从到此，这人呐，本万岁在此赏月，得来恭陪呀。朕不用礼拜，臣妾不管不陪。朕要你为公，臣妾不想为公。你，别人看见娘娘千岁，丞相。时日不早了，快回府去吧。真子，且慢，我还有故事
丞相商量。哎呀，万岁！可是明日早上商量，也不为止呀。哎呀，谁要你来管？这是朝廷之事，你回去。启禀万岁，丞相府多传失户，请丞相速速为夫。这便是事好，丞相快为夫去吧。多谢娘娘千岁。李丞相去见。他固然来了。宣是。宣李丞相觐见。臣领旨。臣李九月恭请太后升安，免礼。谢太后。哦，老太师安好。丞相安好，请。丞相一早进宫，有何要事？太后。
力相能，尽出子业为何因？哦，莫非为了所办相夫守护之事吗？守护。听说是所办相夫守精神，问丞相府中苦受尽。此乃是茫茫山河，佳人不随，衣裳须尽，顷刻淋漓。这衣裳须尽莫小观，辛苦薄成家难完。琴房以外莫属于旁丞相，且早消灭这情不缘啊！今有之言，我领家各在太师来中堂。守护是一子离人，岂可在？下官心中早明了，这是相夫守护是玩笑，以老太师把心察，查是公定有不成，这今天瓦下。万岁太儿天子驾，万官必传更重要。王太师多精神，莫是那身上太儿受尽伤。一道，尊称太儿，请太儿身段。使臣先请高抬，请别。谢太儿。
父母梦愿华夏佩服，因此通行接受义文典礼。先生呀，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，臣谁不过身为女子。哦，快往下念啊！臣谁不过身为女子，冲出国家，投奔仕途，立志为清修院，为国争位。这时我怕万岁不肯求此怕受，那就把案子放到明次，来他一个御前为生。范三，范三，该审案了。哦，对，待请外忙里居，待请万忙里居。忙里居3年教导为丞相，今日里特下金榜万红望君即将吾王万岁。待起得来。千里情，只用一心应着头，八陪我妹共生死。哎呀，一起！你这遭遇花生意，何苦今朝结下仇？花开常在花枝头，叫真是喷他心。啊，万岁神啊！神呐，问啊！问，都忙里居，寡人一向4年为故宫，居你做东了，不想你竟是个女扮男装，欺瞒君王，你真是孤为寡人对你的一片心呐、喂，哎呦，来呀！将忙里居暂且一下。且慢。请问万岁，今天可是御前为生？是啊，既是御前为生，为何一不生而不问啊？这不生不个问，这案是无可，又是无端呢？那一丞相之见呢？好，你们什么？你们问呐？轻一点。下跪后生，忙里居，一先是后生，忙里居。大胆！你既说一先是忙里居，那你就要究竟是后生。忙里居，那里就原来是我家里。你欲
难道你不怕谁上加谁吗？哎，国昌，既然那孟丽君说得有道有理，哎，那就给分下去嘛。孟丽君，既然你说花木兰是你指使人，哎，这是何意呀？老太师。还不用我推下？哦，万岁！孟丽君女扮乱造，骚乱纲草，必须撵人。啊，万岁！那孟丽君才上3年，忠心耿耿，劳苦功高，堪称忠贞孝女，哎，立给嘉奖。哦，万岁！孟丽君无私发起，欺君恶众，理当斩首。立给嘉奖，斩首！嘉奖，嘉奖。他是要嘉奖，他倒当战士，天上有他神，后宫有母后，盼亲了妹妹真灵犀，盼中了真的夙愿可以成。遇到是这样无名于财，我何在没抄下金我何心思挑拣，先把他移花接梦，哎呀！众位大人，他此事就由朕来做一公正裁决。孟丽君，你欺君有罪，帮应问斩。姑念你3年执政于公，从宽发落，各取臣相知这便为宫女。谁今乃公是吗？太宗神，来呀！将孟丽君押进后宫。万岁！
早已传旨下去，谁官位置在最顶，暂不上，退朝且慢。臣王菩萨啊，貌似坚强，你难道不怕杀头吗？臣要命皇家，生死二字总必放在心上。可这早已传旨下去，谁管位置在最顶，暂不上，须知君无戏言呐。既是君无戏言，万岁设计早就杀了莽里君，为我今日叫他留在宫中。哎，今日是今日，当初是当初，万来呀，将他绑了。黑家某位，两旁退下。某位，儿身为举目之臣，三宫乐园，天经地义呀。不困不苦，别找皇帝哭，孩儿我为什么不哭啊？别家女子神力挑选，唯有他么？别家女子怎能与他相比？孩儿我非要这个忙里句不可。某位，王儿郎，你身居王位，扎龙袍，举足轻重苦知道。劝王儿修人心，莫为小屈身大道。你想也想，煞非他两家汗马公，就这国泰民安，风雨调。公举当以恩泽报，故岂能受他教？将心比心，图神经，这得妻子送，谁也受不了。王儿郎，君是说，臣是谁？张乾坤，所知随心图为草，更何况再走之谁能否证？天高不算高，人心地也高。上快年比儿媳，这离别得胜轻重为，你要细推敲。某位，我要这个那个了，江山为重，国事为大。一家有人忙里君为玉女，而今日在金殿视他为婚。某位，好，一切照某位旨意办。卷仓在传旨。是
凡谁钦定赐婚，宣公主驸马上殿。故一记名，叫拜天地。家儿不问人，早明日孙，妈妈听到。祖上内明20日，命里规定失踪。家你媳妇本，是里人家常先生，出生原是官家子，父母爱他长长身，上父兄来下父的他是父姐父妹多一一句两岁娘娃3句4岁李娘生5句6岁副官看7岁8岁上衙门9岁10岁与文昌官11人到年12岁到17岁。哎呀，妈妈！哎呦，学生啊，做啥啦？17岁上有再生，啥个再生了？17岁明白天高星，无风起浪多道生，朝中见人来上爱他在家一门门，只有此令能道生，他是穷途落魄去飘零。苦逼瞎子故作娇，仆人过岗先万人，赢得红来喜心发，
哦，先生啊，对不起了，哎呦，先生，对不起了，先生啊，侬说个啦，同我闺女儿讲的是一样的啦。哦，先生啊，对不起，先生啊，那么后头来有哪个讨厌？后来又怎么样呢？对我说嘞，先生。 17说到18岁，哎呀妈妈，先生啊，有哪个套了？18岁有逢大难行，老幼之灾飞来红，人民官司打在身，民房小人爱在。 手却还愿迎难人，那巧思的官臣啊！先生啊，请坐。耳听娘子可悲声，闻虽心中人不人，我只能假着说你爱相劝，劝为娘子莫伤心。啊，妈妈，此名是外号啊，是外号。 你还是了王后，幸亏有逢贵人心，贵人相救得从深恩。18过去19春，独尊青龙交好运。今年正当21，金榜得中做公卿，莫下夫妻苦相为。 途经风远得欢庆。心。